坐火車若是物件落佇咧車頂，也是車頭，過去是會當納錢，甲這物件送去指定的車頭去遐領。不過，這陣代替是宣布講，較高歹去的物件，親像是電子產品，也閣有愛冰愛冷凍的物件，以後就袂閣送，是愛家己去保管的車頭來領。台電宣布，從16號開始，未來像是手機、3C， 還有需要冷藏的產品，未來不再受理回送托運到指定車站。失主如果想要領取物品，必須自己到保管區認領。代替講無受理回送托運的物件，包括容易講喙、手機啊、平板甲電腦，或者是愛冷藏冷凍的物件，抑個食物嘛袂使。以前旅客若是無方便去原本保管物件的車站領，會使付錢申請回送，請代替將物件送去指定的車站。因果驚講送的時陣會拍歹去，這邊擴大無受理回送的清單，就要家己或者是請人去保管車站領。民眾可能要透過很多其他方法才有辦法拿到，所以就麻煩。民眾自己遺失的，我覺得民眾自己要去承擔這一件事。代替講，因一年差不多會扣到86000件民眾落去的物件，上多是錢包、3C 產品、雨傘加部分間下。另外像容易歹去、食到一半的便當，若是無佇扣到即天來車站領，代替佇當日營運結束了，一連規個單調，代替也將扣到的物件登錄佇咧微信無公告，互民眾去查。送回了他指定的車站之後，他還是沒有來領，這種情況蠻多的，所以我們這次的特別增加了旅客能夠留下他的聯絡方式。代替講，一旦回送的物件若是送到指定的車站了，會免費保管2天；若是超過時間無來領，會收保管費。依照鐵路法第53條規定，物件無論介紹原價，公告招領1年期滿了，若是無人來領，代替就這項物件的所有權。記者綜合報道。